傳說將軍澳有3個馬中車神，就係你哋啊！哼！今日我馬基要嚟到馬中秋名山，同你哋決一高下，成為將軍澳第一。好，放馬過嚟啦！香港路德會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係一間以鼓勵同學培養自己獨特興趣、享受校園生活嘅學校。校方推動一人一體藝嘅活動，令到同學可以揾到自己嘅興趣。同學可以透過學習樂器、藝術、體育、運動去尋求自己嘅人生價值，從而發揮潛能。張 Sir， 嗱我自己咧就本身每日都會揸車嘅，估唔到咧嚟到你哋嘅課室呢一個模擬賽場都一樣咁緊張刺激喎。咁其實呢個係咪你哋 STEAM 課程嘅一部分嚟嘅咧？係啊，我哋馬中嘅 STEAM 課程咧就諗咗點樣可以同學運用一個遙控車做一個真實嘅駕駛，咁咧就將鏡頭裝咗喺車入邊啦，跟住就將個電腦放咗個 mon 度啊，俾埋個軚盤佢，好似將一個真車咁樣揸喎。咁點解會運用呢樣嘢呢？其實就諗到話原本以前一個好近距離，最多控制到500米嘅啫嘛。咁我哋想套用呢個5G 嘅技術，可以去到好遠，只要覆蓋咗5G 嘅範圍，都可以應用到一個遠程嘅揸車嘅方法啦。同學咧就學識咗點樣去寫 Python 啊，運用咗個微型電腦啊，跟住再寫一啲程式咧，就可以將一架好遠嘅車揸到咯。陳 Sir，我知道馬中咧有好多多元化嘅活動嘅喎，有冇啲介紹啊？我哋學校咧現時咧設有個50個嘅課外活動，最近咧更加引入咗一啲新穎嘅運動項目喎。我哋咧亦都有專業嘅網球班同埋高爾夫球班，俾我哋嘅學生可以喺頂級嘅高爾夫球場上邊同外籍嘅教練去一齊練習，幫助佢哋擴闊視野。過往咧我哋更加有同學咧係參與由清水灣俱樂部舉辦嘅30小時課程嘅喎。學校咧亦都期望透過多元化嘅活動，培養我哋嘅學生堅毅同埋團隊精神嘅。除咗體育運動之外咧，為咗配合學校嘅綜合藝術課程，我哋嘅音樂室咧加添咗富有現代化嘅 music studio， 裏邊咧設有電子琴啦、混音設備，同埋咧專程喺日本訂製翻嚟嘅隔音設施。嗱，呢一個嘅 music studio 咧係幫助我哋學生去學習創意演藝，去取代咗純音樂呢一個嘅課程嘅。學生可以去嘗試到作曲啦、舞台設計，甚至乎錄歌等等嘅。我以前咧係馬中嘅學生，而家咧以教師、教練嘅身份，翻到嚟學校回歸母校咧，覺得好奇妙，所以咧我會形容自己今次咧係一個承傳，透過課堂、校隊嘅訓練、比賽以及體育嘅運動去啟發學生，培養佢哋嘅興趣，發掘學生嘅亮點，俾佢哋喺自己嘅學業或者畢業之後咧，可以尋找到佢哋自己嘅方向。例如有知名嘅校友係代表港隊賽艇運動員嘅趙顯津啦，以及本年度由學生轉型成為全職運動員嘅準畢業生何永輝同學，佢哋都能夠喺自己嘅專項運動上面咧揾到佢哋嘅亮點啦，成為佢哋人生道路上邊咧都有所得着，為自己、為學校、為港爭光㗎。另外我仲見到嗰度咧有啲好浪漫嘅陶藝工具喺度喎。其實學校係咪好致力去發展陶藝方面嘅咧？係啊，近年咧我哋馬中咧都係發展呢一個陶藝嘅。咁因為咧陶藝咧係一個歷史文化悠久嘅藝術啦。咁喺陶藝嘅創作入邊咧，同學可以係體驗啦，同埋探索傳統文化嘅元素，亦都可以咧係喺傳統入邊咧係添加創新嘅意念。學生喺專注塑造作品嘅同時咧，亦都可以係放鬆心情、抒發情感。而每一件學生親手創造嘅作品咧，都係獨一無二嘅。我哋學校嘅一人一制服計劃咧，就包括3個制服團隊，分別係基督少年軍、紅十字同埋童軍。中1、中2嘅同學咧，都係必須要參與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制服團隊嘅一啲活動咧，去令到同學有一個全人嘅發展。包括咧有一啲步衝嘅訓練，去提升同學嘅紀律，訓練佢哋嘅責任感。除咗一啲考章學技能嘅活動之外，佢哋亦都會參與一啲服務，包括咧喺校內佢哋會有一啲服務係例如喺畢業禮啦、一啲慶典當中咧會有當值嘅服務，同埋會參與一啲社區嘅服務，去拓闊佢哋嘅視野。我加入基督少年軍，因為我已經洗咗禮，相信耶穌。基督少年軍非常適合我。我哋每次訓練步操都可以增加我哋嘅紀律，令我哋服從指令同埋有專注認真嘅態度。我喺紅十字學到自律、團隊精神同埋點樣同人哋溝通。
我好中意佢哋嘅人道主義同埋志願服務嘅精神理念。Miss Lia， 嗱，我知道馬中咧都好重視英語教學嘅，咁平時有啲咩類型嘅活動俾同學仔去參與呢？我哋馬中咧其實都致力推動同學學習英文嘅，希望同學可以透過唔同類型嘅交流活動啦，可以真正咁活學英文。過去咧，其實我哋嘅同學都去過唔少地方遊學㗎，包括美國啦、澳洲啦、紐西蘭等等嘅地方。今年咧，我就特別帶咗25位中1至到中5嘅同學去到紐西蘭嘅南島進行為期13日嘅遊學團。同學咧喺嗰段日子唔單止去到當地嘅中學同當地嘅同學仔一齊上堂，仲入住埋當地嘅寄宿家庭添，真正咁樣體驗咩叫做在地文化。而喺過往咧，其實路德會都為我哋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資源，例如啦喺暑假期間，佢哋安排咗外國嘅短宣隊到訪。我哋咧會特別安排啲同學出去接待嘅，等佢哋咧可以體驗一下帶領外國人去體驗香港嘅文化。好希望馬陳端喜紀念中學係能夠成為一個充滿愛嘅校園。我哋喺學生照顧支援方面，我哋中1級、中2級每一班都有3個班主任，而其他嘅級別每一班都有2個班主任。我哋好希望咧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得到悉心嘅照顧同埋指導。我亦都透過推展多元化嘅活動，包括開展唔同嘅特色活動、藝術發展同埋社會服務，幫助學生能夠全人發展，建立佢哋嘅自信同埋正面嘅人生價值觀。我覺得呢間學校最 create like and share 嘅地方就係佢哋提倡多元學習，鼓勵同學作多方面嘅嘗試，同時亦都着重學生嘅身心靈健康成長。